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心智成熟之旅》，作者係澳大利亞心理學家珍妮布朗。佢介紹咗家庭治療師麥里鮑文嘅理論，而其中一個關鍵概念就係自我分化。先從書名講起，乜嘢係成熟呢？鮑文認為真正嘅成熟係一個人擁有自我分化嘅能力。咁乜嘢係分化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能夠區分對象，劃清邊界，對唔同嘅人同埋事能夠建立清晰嘅心理界線。界線裏邊係應該自己負責，界線之外係其他人嘅課題，唔應該干涉。聽起上嚟好抽象，但係其實就係我哋經常聽講嘅課題分離。當你能夠分清楚邊一啲係你應該處理嘅，而邊一啲應該由他人承擔，咁即使嗰件事睇起上嚟同你有關，都能夠守住界線，唔好越界，咁你就具備咗更高程度嘅自我分化。呢一個正正係心智成熟嘅重要標誌。咁具備自我分化能力、心智成熟嘅人會有乜嘢表現呢？作者整理出6個特徵。第一係感受情緒，但係不被情緒支配，並且能夠延遲滿足。書裏邊提到，成熟嘅大腦能夠平息誇張嘅情感，讓我哋用理性思考，而非被衝動支配。亦即係話，當我哋唔再因為他人嘅問題過度反應，而係保持情緒穩定，就係分化能力提升嘅表現。第二係有內在驅動力，唔會隨意怪責他人。成熟嘅人會先反思自己能夠做乜嘢，而唔係將責任推俾其他人。咁喺心理諮詢之中嘅基本原則，改善關係關鍵就係在於改變自己，而唔係指責對方。第三係能夠接受意見不同嘅人，並且維持關係。成熟嘅人就算遇到拒絕或者衝突，都唔會因此關閉自己，又或者係切斷連結，而係能夠同他人保持良好互動。第四係為自己嘅問題負責。成熟嘅人唔將不安全感轉嫁俾別人，亦都唔替他人處理應該由對方承擔嘅課題。第五係堅持自我原則，就算面對壓力，都唔會輕易隨波逐流，而係依據內心嘅信念行事。第六係能夠從更大格局睇問題。成熟嘅人識得抽離情緒，理解自己嘅行動會點樣影響他人，因為佢哋知道自己係人際系統嘅一部分。總結嚟講，呢6個特徵都指向一個核心變量：人際關係。想要讓心智真正成熟，就要喺關係之中不斷學識分化。再次返到嗰個關鍵詞，分化就係學識劃清界線，應該負責嘅就承擔，唔應該介入嘅就保持距離。呢一個就係鮑文所講嘅通往成熟嘅必經之路。你可能會諗，成熟聽起上嚟就係將所有問題都自己孭晒，咁係咪真係意味住壓力更加大，責任更加重呢？書裏邊作者都正面回應咗呢一個疑問，指出心智成熟帶嚟嘅3個明確好處。第一，成熟有助於身心健康，唔單止係心理健康，仲包含身體健康。如果我哋總係用唔成熟嘅方式處理情緒，例如壓抑、逃避或者無端發洩，短期睇上去似係解脫，實際上會讓壓力積累喺身體裏面，久而久之對健康造成影響。而成熟嘅人就能夠更好咁消化情緒，避免情緒淤積。第二，成熟提升咗解決問題嘅效率，因為成熟意味住你能夠跳脫情緒反應，睇清楚事情本質，唔喺無效情緒上邊損耗自己，而係將力氣放喺真正能夠推動事情改變嘅地方。第三，成熟會讓生活更加幸福。當你唔再被無謂嘅煩惱拖住，能夠明確乜嘢係應該管理，乜嘢係應該放手，你嘅心力就可以釋放出嚟，用嚟經營真正重要嘅事同人。呢一種內在嘅清明同穩定，就係幸福感嘅來源。跟住我哋要講嘅係呢一本書之中非常關鍵嘅一個主題：原生家庭。麥里鮑文認為，一個家庭裏邊，如果多數成員嘅自我分化能力比較高，家庭整體嘅焦慮就會降低，關係亦都比較容易處理。調翻轉嚟講，家庭之中就會充滿緊張同壓力，令每一個人都更難維持心理邊界。咁喺一個家庭裏面，邊一個分化能力係最弱呢？答案好明顯，就係小朋友，因為小朋友嘅前額葉尚未完全發育，延遲滿足同情緒調節嘅能力本來就比較差。當小朋友產生情緒或者需求嘅時候，父母必須要立即回應，因為小朋友仲未有能力照顧自己。所以喺有小朋友嘅家庭裏面，親子關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